大家好啊，我係怡康士嘉堡 Medical 中心嘅呂姑娘。今次影片嘅主題將會圍繞住水果。第一部分我哋將會玩一個黑影遊戲，大家就要望望黑影嘅輪廓，估下嗰個係邊款嘅水果嚟嘅。第二部分我哋將會玩個記憶遊戲，大家就要記住水果嘅位置。隔一段時間就要話返俾我聽嗰個水果係喺邊個位置啦。大家準備好接受挑戰未啊？等我數三聲之後，我哋就正式開始㗎喇喎。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接落嚟嘅時間，畫面上邊將會出現唔同水果嘅黑影，大家就可以慢慢估下。我就將會喺1分鐘之後同大家揭曉係邊款水果啦。好，5秒之後我就會同大家揭曉咯喎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第一款呢，就係車厘子、楊桃、提子、士多啤梨、菠蘿、香蕉、奇異果、西瓜、芒果、榴蓮、蘋果、橙。嚟緊嘅時間，大家就要記住生果嘅位置。我會俾1分鐘嘅時間等大家記住，然後就會問大家其中一款嘅生果喺邊咯喎。蘋果喺邊一格呢？
好，今次嘅位置又有大兜亂到咯喎，大家又記住啦。橙喺邊度啊？提子喺邊度？大家仲記唔記得提子左邊嘅生果係咩嚟㗎？答案就係榴蓮啦。嘅時間難度將會提升，大家就要記住16個水果嘅位置喺邊咯喎。今次都有1分鐘嘅時間，等大家記住唔同水果嘅位置。羊駝喺邊度呢？
長肚右邊嘅水果係咩嚟㗎？羊肚隔離嘅水果就係提子啦。西瓜又喺邊度呢？咩生果喺西瓜嘅下邊呢？菠蘿就喺西瓜嘅下邊啦。恭喜大家成功挑戰黑影遊戲同埋記憶遊戲啊！我哋俾啲掌聲自己先。唔知呢兩個遊戲有冇考起到大家啊？喺黑影遊戲裏邊，你哋又有冇估到晒所有嘅水果呢？喺記憶遊戲入邊，你哋又認唔認到啲水果嘅位置啊？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面啦，拜拜。